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9月20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8篇，箴言27章第1节到27节，雅各书第4章第8节到17节。今仔日要甲第3节分享的主题是谦卑。照正常来讲啦批评来论断别人，好哪亲像较容易啦安尼讲别人较紧安尼换一句话就是讲，亲像迄个在野党啊，咧批评即个执政党较容易啦做在野党较简单啦因为反正就是对执政者一直批评，无论批评对毋对，就是批评就对因为家己无需要担任任何执行政权也是政治上的任何的即个责任。去年伫美国总统的选举的时阵，美国的总统川普得到即个伫政策顶悬，特别是伫防疫顶悬，遭受真侪对手极大的批判。当然，还佫有其他，包括阿富汗的撤军的代志。当时时的竞争对手、反对党、在野的民主党以及总统候选人对川普的批评，真正是会当讲是出全力啦但是当赢到政权了后，即摆的总统拜登伫拄开始的嘛是共款接受到共款的批评，用共款的标准，就是咱看到前个月发生的阿富汗政变的事件。美国伫即个进程真猖狂来撤军，造成阿富汗美军以及一寡咱讲的西方的国家的军队、人民侪的损失。当然，拜登的政府嘛受到极大的即个咱讲的雷骂，也是讲批评甚至有政治的评论家伊讲这可能拜登会因为阿富汗的事件，请做一个一任的总统。同款安尼互相的批判中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我做的一定比你较好。这种骄傲的心态，或者是讲根本就是看不起对方的执政的气力能力，无有这个欣赏的态度，袂晓伫谦卑。基督教的信仰并毋是教导咱用这种的心态。伫箴言27章第1节到第2节的经文讲，毋通为着明仔载来夸口。因为你毋知影明仔载所要发生的代志，互别人看来学了你，甚至互即个像的人来学了你，你毋通家己学了家己。无论家己是做甲偌好，也是讲别人做甲偌歹，咱会当批评，但是千万毋通骄傲。骄傲事实上是一个愚妄的表现。骄傲真容易带来嫉妒的心，这是非常可怕的代志。因为嫉妒真容易带来受气，受气会影响，甚至有带来这种迫害性。迫害性会带来亲像家庭，还是讲国家的无和睦，教会的无合一。这甲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教导完全相违背。要亲近上帝来离开这个人生，这是咱基督徒应该爱做的。亲近上帝必须爱谦卑，咱会当谦卑，就会当洁净咱家己。亲近上帝是一个智慧的选择。因为圣经甲咱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愚妄的人藐视智慧甲教导。这是箴言第1章第7节。
咱昨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也有讲到即个部分。箴言27章11节也安尼来劝勉咱。伊讲少年人啊，你着爱明智，我就欢喜。互我有话回答踢笑我的人。虽然是所罗门王，当伊伫咧面对踢笑伊的人的时阵，伊讲咱若言行所行拢是伫智慧内底，咱就无啥物通好烦恼的。雅各书第4章11节到12节，雅各劝勉遮个犹太教会的基督徒讲：兄弟姊妹啊，恁着毋通互相批评。什么人批评也是论断兄弟姊妹，就是批评论断摩西的律法。如果恁批评论断律法，就是无服从律法，就是判断伊。只有上帝是立法的、审判的，只有伊会通拯救，会当毁灭。你是什么人？恁竟然敢来论断你的厝边？所以咱若论断别人，基本上就是论断上帝啦，吼。就是咱爱学习无共款，批评毋是基督徒的品格，毋是谦卑的性命。这是伫犹太基督徒内底常常发生的代志，因此雅各伫遮来提醒因。就咱讲雅各的论点来看，彼此批评论断根本就是批判上帝。雅各嘛，咱拄则读的经文所讲的，伊讲只有上帝是立法者，是审判者。咱若准批判论断，基本上就是超越上帝。只有上帝当拯救，只有上帝当毁灭。雅各搁来问讲：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批判你的厝边？咱用现代角度来看来领受，咱应该爱思考是啥物货？咱要爱安怎来断定所批评论断的代志，也是人，伊一定毋是上帝所感动的，伊一定无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呢。雅各的提醒非常清楚，只有上帝是立法者，只有上帝是审判者，只有伊会当拯救，会当毁灭。你是什么人，竟然敢批判你的厝边？咱必须明白的是，批判论断袂当帮助咱来解决问题、解决纷争。只有行伫上帝的旨意内底，咱来彼此接纳、彼此款待，彼此来扶持，安尼咱才会通成做这个上帝好的路卜。当然，这是真困难啦吼，咱当看到代志无批评，感觉足艰苦的安尼吼。但是这是上帝透过使徒提醒咱的事。雅各教导咱的态度是安怎？恁应该安尼讲：如果主愿意，我就通活地做这个代志，还是做迄个代志。亲像耶稣基督也提到咒诅的代志。伊安尼讲，恁毋通指天来咒詛，因为恁袂当互一支头毛变乌，或者是变白。恁的话是着讲是，毋是着讲毋是。若搁再加讲，就是出伫迄个歹的。基督徒必须爱认清家己的限制，咱必须爱谦卑伫上帝面头前，因为咱离开上帝就袂当做什物。骄傲的人往往是离开上帝远远的，所以雅各提醒咱，恁着亲近上帝，上帝着亲近恁。有罪的人啊，恁着洁净恁的手；假无为善的人啊，恁着爱洁净恁的心。恁的悲伤，恁的哀哭，爱将欢喜变做这个低哭。喜乐变做悲哀，要伫主的面前来谦卑，
伊就甲恁提升